問你哋一個問題啊，有冇諗過頭髮出油或者有頭皮屑嘅根本原因呢？我日日洗頭或者2到3日洗一次，就好似冇洗過樣。超市嘅、藥房嘅、高端線嘅去屑、去油洗髮水，全部都試過晒，但係洗完之後仲係滿頭頭皮屑，並且呢每隔2日之後呢又會出油啦。所以其實我係好煩惱，直到我刷到小紅書上同樣喺比利時生活嘅博主，佢啱好分享喺比利時呢邊嘅一啲小眾洗髮水。咁於是我呢就喺佢嘅視頻下面留言介紹一下有冇去屑止癢或者去油嘅，有冇傷頭髮嘅洗髮水。咁佢嘅回覆呢就點醒咗我多年嚟嘅誤區。佢話頭皮嘅健康先至係治本嘅關鍵，洗護產品嘅選擇邏輯要改變啦。呢一點完全點醒咗我。我一直將分叉、出油、頭屑全部歸於洗髮水，但係卻忘記咗脆弱嘅頭皮承受嘅能力。而且經過我咁多年反覆咁樣不停咁去試產品，佢其實已經係傷痕累累啦。但係我一直冇諗過呢個咁有深度嘅問題。所以對於今日嘅呢個事情呢，呢個觀點你哋點睇呢？歡迎喺評論區留言俾我。因為呢我真係好煩惱，我頭頂上嘅呢啲頭皮屑仲有出油。我喺上一個視頻呢，我已經分享過，我嘗試過好多種去屑嘅洗髮水、去油嘅洗髮水，我都嘗試過，有超市嘅，有藥房嘅，仲有專業髮廊品牌嘅都有，我都試過。咁今期嘅呢個視頻呢，我嚟分享下我用專業品牌嘅去油去屑洗髮水嘅感受係咩呢？因為我已經用咗1個月啦，所以多多少少都有啲感受。我諗你哋應該仲記得我上一期嘅視頻，我分享過有卡詩嘅專業洗髮水同埋歐萊雅嘅呢2瓶去油嘅洗髮水。咁其實呢2瓶呢，其實係一樣嘅，呢一瓶呢只不過係包裝，呢一瓶呢佢係2合1。我當初以為佢係髮膜，所以因為呢個包裝好似髮膜，而冇會整成嗰個分裝嘅，咁所以我就以為呢個係髮膜，所以我就一買就買咗1整套。但係點知買翻嚟我先睇到，原來係2合1嘅洗髮水，因為佢係膏狀嘅。嗱，我俾你睇，因為佢打開係呢種膏狀嘅，係咪好似髮膜呢？因為一般髮膜係冇有泡噶嘛，佢係塗一上去就好似好柔順嘅，好似嗰種啫喱啊、面霜之類嘅，就塗喺嗰個頭髮上面。咁然後我一塗之後，喂，點解會有泡嘅？然後我先再認真睇，原來係膏狀型嘅洗髮水。咁啊，其實呢，我係為到重複買咗一次，即係已經係有瓶去油嘅，又重複買多瓶，咁樣都冇理啦，都試啦。因為用開之後先發覺，原來呢2瓶嘅類型，佢雖然都係去油，但係佢出嚟嘅效果係完全冇同嘅。點講呢？我先講呢瓶啦，呢一瓶呢係膏狀嘅去油洗髮水，佢並冇係去屑，佢係去油，特別係針對油性髮質嘅，佢係屬於嗰個專業專賣店啊，或者講係佢嘅品牌店先有嘅，喺普通嘅超市或者藥房係冇得賣嘅。用咗之後呢，佢係感覺好清涼嘅，即係你喺嗰個頭殼頂，佢接近你嘅頭皮嘅時候，你喺度按摩、喺度洗頭髮嘅時候呢，佢係有一種清涼嘅感覺嘅。而呢一瓶呢，包裝嘅呢一瓶呢係冇嘅，咁啊呢一瓶，而且佢擠出嚟嘅嗰個顏色咧係綠色嘅，嗱係呢種綠色嘅，係完全同我哋普通嘅洗髮水嘅嗰個質地係一樣嘅。咁呢一瓶咧，佢係用咗之後佢冇清涼，但係佢係去油，即係保持你頭髮清爽嘅時間比較短。呢一瓶咧，膏狀嘅咧，等你頭皮或者等你出油地方嘅頭髮，佢保持清爽嘅時間要稍微長一啲。我舉個例子，例如呢一瓶你洗咗之後，比如你今日洗之後，大概2日後呢個頭殼頂呢度，佢就會開始出油啦。而呢一瓶咧，膏狀嘅呢一瓶咧，佢係用咗之後，大概3日或者第4日嘅下午都可以保持得3到4日。所以對比嚟講咧，就係膏狀嘅要比呢個普通質地嘅要好啲。嘅用量只有250毫升，而呢一瓶咧佢係500毫升，所以價錢方面同埋用量方面咧，呢瓶係比較划算。但係如果你係想保持時間耐啲，即係冇咁易出油嘅咧，呢一瓶比較划算。咁好啦，我講下卡詩嗱，仲有咁多啦，因為上次係滿晒嘅，我都用咗呢一瓶咧，佢係用咗之後咧，佢嘅泡沫方面佢係比較多，佢含量比較多，比呢一瓶要多，同埋比呢個要多。佢嘅清爽度咧，比歐萊雅嘅呢2瓶都要好，並且我感覺摸到即係佢嘅質地比較清爽，即係好似啲水質流動咁樣。佢皮膜係好似呢一瓶包裝嘅同呢一瓶膏狀嘅，佢嘅質地咧比較濃稠，比較稠密。但係呢一瓶咧，佢寫係玫瑰油，官網上面寫嘅玫瑰油，並且滋養頭皮，即係意思即係話，如果你係經常除咗出油之外，經常有頭皮屑，
即係好似白色啲，類似白雪嘅一點點喺上面嘅，好多啲頭皮屑或者係已經係多到特別穿黑色嘅衫已經跌到落啲膊頭上面噶啦。呢種咁嘅情況咧，佢可以緩解，並且可能會修復頭皮，但係我用咗之後，我係感覺到好痕，佢冇係止癢，因為一般除咗出油之外咧，你油性髮質嘅人一般係會痕啦，會有頭皮屑啦，而且好成日出油啦。但係咧，佢係會止油去油，但係佢冇止癢，所以我感覺用咗之後頭髮係冇油啦，但係大概1到2日之後好痕。我冇知係咩原因，冇知係因為我嘅頭皮就好似我啱所講嘅，冇知係因為我反覆試咗咁多品牌嘅洗髮水嘅情況下，可能我嘅頭皮敏感度已經係好敏感，已經係好低啦。咁啊，所以咧，我覺得應該係直到我問嗰個博主，佢話有冇諗過係你頭皮嘅問題，而唔係你嘅頭髮問題咧？咁啊，所以我先諗到，我係試過有一日，因為我真係好痕啊，嗱，好似有啲咁嘅痕啊，特別啊耳仔後面啊，同埋呢度特別有啲頭髮你成日放落嚟嘅話咧，呢度後面呢度成日會痕嘅，而且頭皮上面佢咪全部都痕，又喺呢度嗱，喺呢度中間嘅兩旁邊會痕得好緊要，並且你一拗咧佢就已經係好乾燥，並且佢一拗，哇啲白色啲頭皮屑啊滿晒，並且我好似頂落神已經係好似係洗頭嘅時候已經係出血啦定點啊，即係已經係好難受嗰個感覺，已經係痕到瞓冇着，咁樣就去洗頭髮。洗完之後嘅感覺係佢係有減緩，係會緩解，但係冇係止癢，佢仲係感覺好似啲頭痕一痕你就想拗種咁嘅感覺。咁啊，但係咧好奇怪，我用呢2瓶係冇有呢種痕嘅感覺，因為佢可能係除咗去油之外，佢仲會去止癢。咁啊，所以咧我就喺度諗，係咪係我嘅方法錯咗咧？所以我就將呢個品牌同呢個品牌結合，兩者一齊用，意思即係話例如我洗第一次，我洗2次，例如我洗第一次我用呢1瓶，咁啊洗完一次沖乾淨之後，再用呢瓶卡詩嘅再洗一次，洗完之後係達到一種清爽啦，同埋佢係冇痕嘅感覺，咁啊但係頭皮仲喺度。當我一吹乾頭髮，我梳頭髮嘅時候一睇，仲係好多頭皮屑，所以諗會唔會係我嘅頭皮嘅敏感度已經係好差？我要唔要去先養頭皮呢？即係成個頭皮可能係已經係傷晒啦。咁啊，所以我最近都喺度揾一啲滋養頭皮嘅，例如精華又好，係洗髮水又好，即係冇咁傷頭髮嘅。並且已經係我啲頭髮已經係，雖然講係去油，但我係頭頂出油，並我係話所有都出油。咁啊，所以導致我一用去油嘅洗髮水咧，我其他嘅其實都傷晒嘅。因為我啲已經係開叉，而且係有種好亂嘅感覺，好絨毛嘅感覺，所以即係乾燥啊，好毛躁，係啦，好毛躁嘅咁樣咧，毛層層，佢並冇係話好似一種好油神、好光澤咁嘅一種髮質，一種感覺。你睇乾晒、搽晒幾多啲一啲毛髮，咁啊，所以我喺度已經諗，我要唔要先揾一種先重新養頭皮嘅洗髮水或者精華，然後咧再去揾一種，例如等啲頭髮特別髮尾嘅部分冇咁毛躁嘅，無論係髮膜好定係護髮素好，先調理下頭髮，養好嗰個髮質。然後咧至於嗰個頭皮屑嘅方面咧，我而家都喺度揾緊有冇相關嘅洗髮水嘅產品可以幫到係徹底去除嗰個頭皮屑嘅。即係你洗完之後你咁樣睇係睇唔到，但係當你一撥開，好多嘅白色一點點，睇下呢仲喺度啊，白色嘅一點點仲喺度。咁啊，所以一個可能係頭皮問題，第二個咧我哋都喺度揾緊相關嘅產品。直到我今日刷手機刷到嗰個 AliExpress 即係速賣通嘅時候，刷到咗一個咁樣嘅產品係去頭屑嘅。嗱，呢個係博主之前洗頭髮之前，呢個係洗完之後用呢個產品之後嘅。咁啊嗱都有好多嗱，佢哋都有。咁啊，所以咧我喺度諗，我亦都想試試睇個係咪係真嘅。咁啊，另外仲有點咧，呢個係去頭皮屑啦。咁啊，仲有咧就係嗰個等啲頭髮更加有光澤同埋油神，冇有減少毛躁感嘅嗰個髮膜。嗱，我刷到嘅係呢一個。嗱，我刷到嘅係呢個，我嘅頭髮就好似咁啊，好毛躁。咁啊，佢呢個咧係用完之後嘅。嗱，佢會修復你嘅嗰個毛嗰個角質層，嗰個毛囊層。呢一個又係，呢個又係，哇，好靚係咪？係
係咪好靚好有光澤？咁啊，所以咧我都想試一試先。我打算喺買翻嚟先試，可以減少我呢個毛躁感，同埋咧等啲頭髮有更加有光澤，好乾，睇上去啲頭髮好冇健康。呢期視頻咧我係分享呢個卡詩同埋歐萊雅嘅嗰個洗髮水，去油嘅洗髮水，去屑我就冇感覺係去屑啦，止癢我又感覺冇到係止癢。但係你話清涼感咧，呢一瓶係真係好清涼，佢用咗之後，並且佢可以等你啲頭髮冇咁出油嘅時長係可以達到有3日以上。咁啊，呢一瓶佢用完之後咧，佢感覺哇，感覺頭皮真係好清涼嘅感覺，呢一瓶比較好。咁好啦，等我買好其他嘅產品翻嚟之後，等我試過之後，我再分享俾你哋啊。咁今日呢個視頻咧就到呢度，咁你記得關注我，我係比利時嘅自然 Coco，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記得關注我。